讲到这清明年假特别到啊，桃园机场公司预估4月初2到初7这所运期间呢，总旅运量会超过92万人次，初3一天可能来到16万2千人次，创下清明年假历史新高。机场公司也呼吁旅客上好是提早3点钟到机场。这航警局除了本地安检警力以外，也申请替代役人来支援。大行李伫咧柜台排队报到，清明年假就要开始。同国际机场疏运期间，总运量估计会超过92万人次。其中4月初3是出境的高峰，一天的运量有可能会到16万2千人次，将做清明年假港期的历史新高。你今天是要去哪里？今天到冲绳，那觉得今天安检的速度呢？速度快，跟我2个礼拜前差很多啊。大概你觉得那个安检的速度怎么样？很快很快很快，很快哦。那你今天有提早来吗？提早来机场？已经提早了啦，早点进去逛逛嘛。因应年假疏运和安检较顺，航警局除了原本建立的安检警力268人以外，也申请46位替代役人来到3工，提悬辅助安检员人力100位，增加安检的量能，协助一日航下安检线旅客正道加行李复查之外，无干涉公权力的工作，希望达成安检线规工满线全开，服务无中断。清明连续假期即将到来，航空警察局因应出国人潮，除建制警力外，另向役政司申请46名替代役男协勤，另有辅助安检人力100名。因为安检仪器的整备，航警局讲已经伫咧假期进行就巡检过，包括电工行李检查仪、金属感应门、手提式的金属探测器，拢保持正常运作。要规划预期啊进行各种紧急的应变机制，要协调厂商，请因派人伫咧现场驻守，准备相关的零组件，和设备会当正常运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